歡迎大家出席今日喺呢度由運輸及房屋局同埋路政署舉辦嘅我們未來的鐵路嘅公眾論壇。我係何小芳，係今日論壇嘅主持人。咁大家好。咁今日咧同埋我哋一齊出席呢個論壇嘅咧，我哋有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成武先生，首席助理秘書長黃明慧女士，路政署鐵路拓展處副處長譚漢才先生，同埋咧我哋嘅研究顧問藝康有限公司嘅趙宇輝先生，以及咧宏達交通顧問有限公司嘅卓建良先生，卓建良先生喺嗰度。係。咁咧我哋今日咧希望藉住呢個論壇咧，係聽到大家咧對香港鐵路發展嘅意見，等我哋可以咧一齊去規劃我哋未來鐵路嘅發展藍圖。咁我哋咧就先請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成武先生同我哋講幾句説話先啦。蔡教生，唔該晒。早晨各位朋友，有啲熟悉嘅面孔，亦都有新嘅朋友未見過，唔緊要。喺呢度首先咧就多謝大家出席今日呢一個論壇。我哋喺上個月21日咧就發表咗一個諮詢文件，咁正式係展開一個為期3個月嘅我們未來的鐵路第2階段嘅公眾參與活動。咁呢份文件就係我手頭就有呢本啦，我哋外面都有啲嘅副本喺外邊嘅，咁亦都我哋喺網上裏邊咧亦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參考。咁我哋呢個嘅第2階段嘅公眾參與活動咧，主要就係就現有嘅鐵路線咧嘅地區優化方案去提出一啲嘅構思，邀請大家公眾咧係提出意見嘅。大家都好清楚啦，特區政府嗰個運輸政策咧係以鐵路作為客運系統嘅骨幹㗎。唔單止鐵路可以係大幅咁樣去疏導人流、舒緩道路嘅擠塞、減低車輛所造成嘅空氣污染，亦都可以釋放周邊土地個發展潛力，帶動地區個發展同埋經濟活動嘅。咁鐵路規劃嚟講咧，係需要配合土地啦、房屋啦、社區發展啦，同埋加強地區之間嗰個連接㗎，都係發揮一個好重要嘅作用。使到市民本身咧係可以咧開拓佢哋自己本身個活動空間，亦都促進香港本身未來嘅各方面嘅發展。政府喺2011年嘅時候咧，就展開咗鐵路發展策略2000呢一個嘅檢討同埋修訂嘅顧問研究嘅，去更新全香港長遠鐵路發展嘅藍圖。喺舊年4月到7月期間咧，我哋就做咗第1階段嘅公眾參與活動。在座有啲朋友都有參與嘅，我知道。咁提出咗咧3個大型嘅跨區嘅鐵路走廊嘅概念構思。咁呢3個咧就係包括係港深西部快速軌道啦、北環線啦，同埋屯門至荃灣沿海嘅鐵路。去提出呢3個概念嘅構思咧，係收集公眾意見。今年上半年咧，即係我哋而家喺上個月嘅21號咧，到5月嘅20號，呢3個月咧，我哋做第2階段嘅公眾參與。今次嘅重點咧，就同上次唔同㗎，亦都唔係上次嘅延續啊！呢個係一個集中咧係做現有鐵路本身喺地區裏邊咧一啲嘅優化方案，睇下喺邊啲地方係可以建造一啲平衡路線，或者係沿線，或者係支線，或者係有邊啲地方可以新增一啲車站。今次嘅諮詢咧，顧問公司經過佢哋研究之後咧，同埋評估就甄選咗有7個嘅地區性嘅優化方案咧，係俾大家去討論㗎。各個方案嘅詳情就喺頭先我呢一本嘅諮詢文件裏邊，亦都我哋有本細啲嘅撮要裏邊咧，我哋都有係交代嘅。我喺呢度説明一下咧，就係2次我都講啦，2次嘅公眾參與活動咧個焦點係唔相同。第一次我哋重要嘅介紹咧就係跨區嘅鐵路走廊嘅構思，今次咧就係地區性嘅優化方案。喺呢度嚟講咧，我想強調咧就係顧問又好或者政府又好，係未對第1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咧係提出一啲定論嘅，即係喺舊年我哋所做嘅方案嚟講咧，而家我哋都未做一啲定論，我哋都係喺分析個階段裏邊。
一如上年我哋所做嘅公眾參與一樣啦，喺而家提出嚟嘅7個嘅方案裏邊咧，只不過都係經顧問去挑選咗出嚟，認為值得大家去討論，目的係收集大家嘅意見，所謂拋磚引玉嘅一個睇法。咁亦都係唔係代表咧政府對呢幾個項目咧係已經係決定咗會做，或者係咧係現在係計劃去做嘅。咁我哋咧而家呢個階段咧好重要咧就係將呢幾個方案係拎出嚟俾大家，我哋會用一個開放嘅態度啦去聽大家咧係對唔同鐵路構思嘅意見嘅。我哋最重要聽咧就係大家唔一定係要贊成某個或者係反對某個，唔係呢樣嘢，而係更加重要知道咧，想知道咧就係大家對嗰個嘅構想嚟講咧，大家嗰個分析或者個睇法個原因你支持我或者反對我嗰個重要性，我哋更加係重要係睇嗰一樣嘢。咁喺第2階段嘅公眾參與活動之後咧，顧問公司咧會全面咁樣去整合喺2個階段咧所收集翻嚟嘅睇法，然後咧係睇喺互相之間咧嗰個配合係點樣做，係以日後嚟講咧係俾政府咧係提出具體嘅整體嘅建議。咁喺呢度咧，我首先就交翻俾我主持人Betty咧，然後繼續。多謝邱生。嗱，喺以下嘅環節咧，顧問就會介紹7個地區性嘅優化方案嘅構思嘅。咁喺每一組嘅方案咧，我哋大概有20至30分鐘到嘅時間討論啦。咁有啲方案大家會可能係關注多啲，我哋就多啲時間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哋仲有其他嘅意見，話除咗呢7個優化方案之外，仲有其他嘅意見喎，我哋都一樣歡迎你提出。我哋喺最後嘅環節嗰度咧，就會係喺嗰度傾嘅。咁我相信大家剛入嚟嘅時候咧，登記嘅時候咧，都有收到有幾張唔同嘅紙㗎啦，唔同顏色嘅紙嘅。咁咧就希望你哋咧都可以寫低你哋意見同大家分享。咁你嘅意見可以用就住唔同嘅顏色嘅紙咧，我哋擺喺嗰度嘅箱入邊咧。咁我一陣間咧喺討論嘅環節咧，我哋就會即係抽籤，咁咧就希望請你發言。咁就寫咗紙嘅朋友咧係可以優先發言嘅。咁但係如果好多朋友想發言，但係時間唔許可咧，咁就唔好意思啦。咁我哋要抽籤啦。如果係抽唔到嘅，但係咧你嘅意見寫咗落嚟咧，我哋一樣係會係收到你哋嘅意見，一樣係會將佢一並咁考慮嘅。咁為咗即係等多啲朋友可以發言咧，我哋希望每一位朋友咧嘅發言時間就唔好超過2分鐘。我哋有同事咧係會到時咧係指示嘅。咁我哋就希望大家幫手。咁我哋就希望多啲朋友可以有機會發言啦。嗱，但係如果仲有時間咧，即係話我哋寫咗紙仔嘅朋友，我哋即係請佢發言完咗之後咧，仲有時間咧，如果現場仲有朋友係想發言嘅咧，我哋都係可以俾你哋，即係大家到時睇下係寫紙或者係舉手發言都可以㗎。咁我哋就好啦，咁就如果你哋寫一張紙咧，咁剛剛我都見到有朋友就要拎出嚟，咁其實咧，如果你舉起手寫一張紙咧，我哋有同事咧係幫你收咗佢，就唔使你即係行嚟行去咁辛苦嘅。咁你哋隨時就話俾我哋聽有咩需要就得㗎啦。好啦，事不宜遲啦，咁不如咧我哋就請研究顧問艾奕康有限公司嘅趙宇輝先生咧，同我哋介紹北港島線同埋小西灣線嘅構思先啦。唔該啊 Johnny。好啊，唔該晒 Betty。多謝大家今日嚟參與我哋呢一個活動。咁我哋經過我哋喺唔同嘅階段咧，我哋第2個階段我哋都有甄選咗7個地區性嘅優化方案，去俾大家去進一步嘅研究同討論。第一個我哋想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北港島線同埋小西灣線。北港島線咧係香港傳統，港島北岸咧係香港傳統嘅商業中心地帶，亦都係大部分港島人口居住嘅地區。香港現時有3條過海嘅鐵路，即係荃灣線、將軍澳線同埋東涌線，佢哋全部都係連接港島嘅北。根據近年港島線喺繁忙時間使用嘅情況，我哋認為有需要去重新檢討北港島線嘅規劃，嚟探討下呢個方案對舒緩現有鐵路可以起到啲咩嘅作用。喺規劃嘅時間，我哋亦都應該顧及到過海客運量嘅影響同埋港島線嘅。喺構思中嘅北港島線係走通添馬、會展同埋銅鑼灣北呢個範圍嘅，並且喺呢3個地區咧係可以設置車站。呢個方案嘅功能應該係以舒緩鐵路網絡為主。我哋提出咗2種可能嘅方案。
第一個北港島線嘅方案咧，就係換線嘅方案。鐵路咧係以隧道嘅形式咧係延伸東涌線同埋將軍澳線，同時亦都可以改組現有嘅港島線，令到港島線一分為二。喺換線嘅方案下邊咧，東涌線係會以柴灣為終點站，而將軍澳線咧就會伸延至到去堅尼地城，兩條走線都可以覆蓋港島北岸嘅範圍，顯著咁樣可以提升呢兩條過海鐵路嘅吸引力。換線嘅方案亦都可以將港島線最繁忙嘅路段，即係北角站至到銅鑼灣站，分別設喺兩條新嘅鐵路走廊。長遠嚟講，係有助減低出現鐵路樽頸嘅機會。換線方案咧，但亦都有佢嘅限制。喺港島線會被分拆成為兩條營運之後，日後港島北岸東西往來嘅行程咧，可能需要轉車。而東涌線嘅最高列車班次咧嘅密度亦都受到青馬大橋嘅結構所謂限制。一旦同港島線去合併，原有港島線東半部，即係炮台山站至到柴灣站，可以開出嘅最高列車班次數目預計係會減少大約10000。第二個方案係交匯方案，將會以隧道嘅形式嚟延伸東涌線同埋將軍澳線，中途去交匯，而唔影響現有嘅港島線。其中添馬或者係銅鑼灣北，亦都較有條件去設置呢個換乘車站，提供乘客嘅轉車。交匯方案嘅好處係唔需要改動港島線，而且可以考慮分階段去進行，提前咁樣延伸東涌線或者係將軍澳線其中一條鐵路線，去適時咁樣舒緩鐵路網絡嘅負荷。然而同換線方案比較咧，交匯線呢個方案咧對鐵路網絡嘅舒緩作用咧，亦都較為間接。而且東涌線同埋將軍澳線亦都唔會直接拼入去港島線，部分乘客同現時一樣，亦都可能係需要去轉車先可以去到佢嘅目的地。跟住係小西灣線，小西灣係發展較為成熟嘅社區，可以提供興建鐵路同埋進行發展嘅地方唔多。我哋曾經評估過多個小西灣線嘅方案。認為唔同嘅方案喺技術上面咧都存在有相當嘅困難。我哋有3個方案俾大家去討論同埋提供意見。第一個小西灣線嘅方案咧係延線嘅方案，直接將港島線由柴灣站延伸至到小西灣。如果採取呢個方案，我哋係有需要拆卸現有喺柴灣站附近同埋延伸至到小西灣沿線嘅相關建築物，包括有住宅啊、商場等等。如果唔係咧，就好難有空間去興建有關嘅沿線。第二個小西灣線嘅方案係支線嘅方案，以支線嘅形式喺杏花邨將港島線延伸至到小西灣。呢個方案大部分嘅走線咧，將會喺海底下，由杏花邨嘅地面站下降至到去柴灣貨物裝卸灣附近。所以工程咧亦都可能需要涉及嘅填海，尤其是係填平維港以外嘅柴灣貨物裝卸灣。呢個方案喺營運期間，亦都會令到港島線部分列車咧唔能夠直接到達到柴灣站，屆時咧到達柴灣站嘅班次亦都可能會減少，附近居民嘅乘客等車嘅時間亦都可能會長啲。第3個小西灣線嘅方案咧係接駁線嘅方案。即係為小西灣特別興建一條新嘅中運客量嘅鐵路系統，只係接駁到杏花邨站，乘客需要喺杏花邨再轉車接駁港島線。呢個方案極有可能咧係需要永久咁佔用小西灣區內呢一啲私人土地啊、休憩用地或者係社區設施土地，而且新嘅鐵路線咧亦都需要以架空嘅形式嚟去規劃，預計對將來亦都會相當接近民居。或者會有部分受到影響佢哋嘅景觀，同埋可能會帶來噪音。以下呢啲就係我哋想同大家去探討下關於北港島線同埋小西灣線嘅一啲重點。唔該，Betty。好啊，唔該晒 Johnny。嗱，我哋咧剛剛都聽咗 Johnny 嘅一個介紹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想聽下大家嘅意見啦。我見好多朋友咧都有啲意見係寫咗紙俾我哋㗎啦。咁北港島線關注行動組嘅，北港島線關注行動，你將我幫你讀啊，你自己講啊。你讀咗先。我讀咗先 ，OK， 好嗱，
呢位朋友咧就佢意見就係話，如果將政總保安咧放喺考慮之列咧，天馬站有位置建造嗎？喺邊度咧？而西隧因為通風設計嘅班次限制，如果同港島線合併，可以點樣維持現有嘅班次咧？第三就係話會展站附近究竟有冇位置興建轉車站咧？點樣轉車咧？如果有空間同時容納到兩條線，點解冇空間容納到東鐵12卡過海咧？第四，北港島線嘅換線方案咧，就會令到炮台山同埋太古以東往港島東西同埋油尖旺區咧就需要轉車，其中咧炮台山咧就需要仲要搭回頭車添。咁呢個就係佢朋友嘅意見。咁我哋我就想而家佢你個咪佢，不過因為幫你讀咗咧，咁希望即係你簡潔啲好嘛？好啊。咁就我本人嘅立場咧，就係我係絕對係反對呢個換線方案嘅。咁我就認為換線方案咧，就對於尤其是東區嚟講咧，同埋咧更加之係炮台山更加要坐換頭車嘅添啦。咁就其實喺北角站亦都唔係一個理想嘅轉車地方，因為佢要行成分幾2分鐘去到對面台轉車，同埋咧即係嗰陣時通車之後咧，兩邊咧即係雙向嘅人流咧，就咧會造成呢個咧轉車有個混亂嘅情況出現啦。咁就我嗰3個疑問咧，第一就係嗰個天馬站嗰個保安隱憂咧，咁就係咯，即係你去邊度揾地方啦。第二就係講翻西隧嗰度先啦。咁其實咧，你哋官方嗰個數字話咧20幾分，即係20幾班車咧每個鐘頭，其實咧就而家西隧嘅行車時間咧大概要2分鐘至3分鐘左右。咁就西隧咧嘅行車限制就係每班車只可以，即係每次只有1架車入去西隧，因為個通風限制關係咧。咁其實咧就最終嗰個班次應該淨係可以去到大概3分鐘一班嗰個啫。好啊，唔該晒。咁我哋不如譚生回應咗先好嘛？好，就住呢個北港島線嗰個換線方案咧，佢係需要咧就係去到北角裏面咧就接去天后，咁所以帶嚟咧炮台山嗰啲居民咧係有不便，呢個就係換線方案嘅一個唔好處嘅。咁就至於頭先你所問嘅嗰個喺天馬嗰個位置大概喺邊度咧？其實你喺呢個階段咧，我哋都有概念性。我哋預計咧佢個位置就係大概喺政府總部嘅北邊嗰邊。咁但係實際個位置咧，就當呢個方案去落實嘅時候咧，都要進一步去研究佢一個最終嘅位置。至於頭先你所講到嗰個喺西隧，我諗相信就係講到個東涌線嗰度啦。事實上係受到限制嘅，所以正喺文件裏面都講到，如果西隧東涌線去接駁到港島線嗰陣時候咧，港島線嗰個東邊咧柴灣嗰段咧就會受到西隧嗰個限制咧，就嗰度咧由原本嘅班次咧就會少咗8班。咁係頭先你講得出好啱嘅，西隧即係嗰個東涌線係受限制住。即係你哋話減咗8班，但係咧以我嘅計算咧，其實應該得翻每個鐘頭17班嘅喎，即係有地方一分。哦，即係如果你就咁睇文件裏面嗰個現有嗰個班數咧，嗰個唔係最終嘅班數嚟嘅，即係而家嚟講咧，東涌線裏面我唔係睇文件，我係計算翻咧，就西隧本身淨係每次淨係可以容納1列車行走，而嗰個行車時間大概要3分鐘嚟嘅計算出嚟咯。好多謝你嘅意見，但喺我哋自己嘅搜集嘅文件裏面咧，即係我哋計算到咧係少咗8班嘅。8定幾次咧？咁我哋咧繼續請下一位嘅朋友，周俊賢先生，佢係支持拆線方案，拆線啊！咁我企喺度講。咁多謝各位主持人同埋局長顧問公司講嘅嘢俾我講啦。咁其實我覺得咧，所謂點解我會支持拆線咧，就係因為有以下若干原因嘅。首先咧，拆線方案咧係可以解決到一啲港島區所謂商業用地不足嘅問題，將一啲商業用地咧遷移去九龍或者其他地方嘅。咁另一方面咧，拆線方案咧，亦都可以舒緩到過海交通流量嘅擠塞問題，因為現時港島區咧嘅過海嘅島內交通選擇咧係一定多過海交通嘅選擇㗎。咁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地鐵咧，港島區地鐵嘅港島線咧，有啲站咧就起到好似個防空洞咁嘅，咁深有成10幾20米咁深咧，咁我覺得佢短途嘅客咧未必會揀地鐵咯，長途嘅客咧亦都唔係特別多咯，因為我諗應該若果話港島東西區之間最遠嗰4個站咧，其實應該佔全條港島線咧係少過25%㗎。咁只要灣仔 U 道一起好，咁其實根本就已經可以解決到，只要理順巴士網絡，咁其實就已經可以解決到港島東西區之間嘅問題，再加埋隧道巴士就已經，我諗相對上會好好多㗎啦。咁至於另一方面就話點解我覺得咧顧問公司咧有啲資料內容咧係可能出現錯誤嘅。首先第一樣嘢，你所講所謂少咗8班車咧，其實唔係少咗8班，係點解會令到港島區東區少咗8班車咧？其實嗰8班車咧係去咗機場快線嗰度。機場快線咧，你嗰篇什麼錦上路方案咧，就話機場快線咧就要8班車，咁你都冇交代到機場快線嗰有幾多？同埋仲有一樣嘢，你未計埋啊！301巴士有7000客，咁究竟由土瓜灣去到或者紅磡去到其他地方，究竟去到經紅隧過海，究竟有幾多客咧？3萬客，我覺得呢個數字係唔準確嘅咯。好啊，唔該周生。周生亦都係俾咗佢一個寫咗嘅意見俾我哋嘅，咁我哋會係詳細咁去睇嘅。唔該晒周生。咁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張國昌先生，咁佢就話你想自己講，因為我幫你讀出。各位主持人、各位嘉賓，你哋好啦。咁我哋就支持翻一個嘅交會方案嘅。咁因為咧，我哋東區嗰邊咧就做咗啲問卷，咁超過咧90%幾嘅 percent 咧都係支持交會。原因咧喺太古至到柴灣區咧一啲而家比較老化嘅區咧，佢哋搭翻出中環嘅話咧，或者一啲銅鑼灣嘅話咧，佢哋係一定要喺鰂魚涌或者北角轉線。咁未來嗰個10幾年之後，一條新嘅北港島線出嚟之後咧，佢哋嗰啲人係未必識得去轉線去翻即係原先嘅太古原先嘅銅鑼灣或者中環站嘅，係啦，所以咧我哋就希望支持翻一個嘅交會嘅方案。好啊，唔該啊張生。咁就剛剛周俊賢生講嗰啲如果有回應，我哋遲一步一氣回應好冇？咁就另外有郭天南先生嘅，郭天南先生你想自己講？唔該到。好。講呢個北港島線先啦。北港島線咧，如果一定要換線嘅話咧，我就建議不如咧有一條短途線由柴灣去呢個香港站嘅，咁樣就可以減少班次嘅影響，同埋可以用翻原有港島線列車咯。咁樣。不過我見你呢度咧就寫咗小西灣線，你哋呢啲意見嘅。係啦，而家講埋先。係。咁小西灣線方面咧，如果用支線方案嘅話咧，我就建議不如全程喺地底啦，因為咧而家由筲箕灣去杏花邨。